好，开始。来，各位同学来好。老师我好。来，可心兄弟哈。啊。好，做时间的。来，等下看，咱是台湾的咱地啊地上，台湾的板块啊地。来，第一回介绍讲吼，咱是安怎有地震吼，就是因为咱世界上有七大大地、板地、七大板块，一堆七地，敢算会，敢要算会出来？咱另外算过哦，咱有算过？无哦，好啊，无咱算过。做简单的，你若像世界各大洲。上大一地，嘛是唯一只有海洋的，就是太平洋板块。太平洋板块就管是咱欧洲、亚洲的欧亚板块，咱的南边就是印度、澳洲的印澳板块。啊，欧洲的南边是哪？非洲嘛，非洲板块。好，啊来过大西洋，到一边就是啥？北美、南美，安尼几地啊？南北啊，上尾啊一地，最南边，南极板块，南极，安尼七地，啊，咱有七大板块，啊，咱阁有20-30地小地、板地、小板块，这20-30地咱就无参与啦，但是有一地较重要，因为这地甲咱台湾有关系。啊，咱台湾就是一块欧亚的大板块，加菲律宾海小板块，啊，差不多在迄个7000万年前啦，吼，7000万年前，拄开始迄个菲律宾海板块，拄开始弄着欧亚板块，啊，所以迄阵就进起来，啊，那小车弄着大车的，啊，小车啊，水啊。啊，它一开始走起了海岸山脉。这个海岸山脉是讲咱是咱台湾啊，迄个上古老的山脉。如开始菲律宾海板块一撞上欧亚板块，它就隆起了海岸山脉。然后它又不断的其他在上轨哈，因为西远边一直上轨，总要把欧亚板块刻出一个。所以中央山脉嘛，中央山脉，所以这中央山脉的西边全部拢是欧亚板块啊，所以咱进大力，对不对？咱进大力欧亚板块顶，但是你若行南回公路去到台东。过了花东纵，海岸山脉啊，中央山脉高架，就是花东纵。过花东纵，你就进入菲律宾海板块范围啊。所以咱台东啊花莲有2条线嘛，2条公路嘛，这条台9线是叫做5线，这条台11线有海岸线。你行台11线的，看到3000海8线道，啊，什么水往上流？你有看过水往上流？你有发过？你刚刚奇怪，想让水往上流，为什么跟重力要不一样？啊，来，的确是有错觉啊，它现在还是往下流，但是它旁边的倾斜度让你有一种它是往上流的。错觉，啊，过去吃东河肉包，啊，这边黑龙江台11线，啊，你行台9线，你有看有纵风光，两边拢是山，一边是海岸山脉，一边是中央山脉，这2条做水的，啊，做水的，所以你若行离台9线公路，你跳来跳去，你就只跳位。
欧亚板块只要挑伊菲律宾海板块吼，挑来挑去挑来，挑一半我屁股你都想。你也听了安尼，你也无感觉奇怪？咱聚合性板块比张力性板块，咱也愈偏愈悬。所以这个是咱台湾山脉。咱讲到吼，伊long起吼，一般板块交界是安尼。你若海洋板块同太平洋板块弄着欧亚板块，因为海洋板块海洋地壳一直较薄较重，所以一直下骹。所以落来一直起就变做海沟，伊末代为遮洋伊拢啊变火山冲出来形成一排的琉球岛。所以琉球岛这个岛哦，它的整个沿线哦，正好跟海沟是平行的，也就是它整个线就是太平洋板块跟欧亚板块两个交接的线，一直对啦。你若就喺大陆板块弄着大陆板块吼，你有看动车时动的时阵上下骹上会顶悬，就喺欧亚板块弄着印澳板块，印澳板块中啊，一直落去吼，应该说印澳板块吼，一直甲欧亚板块突出一个喜马拉雅山。你若像欧亚板块弄着非洲板块，非洲板块一直突，就甲欧亚板块突出欧洲上长的什么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你讲咱这两地吼，上里宾馆上里卡，无一定，因为讲迄是龙水，你就像去湾的龙去。你若为北边看吼，菲律宾板块下卡，所以看伊图个，你若看南边看吼，变做欧亚板块下卡，一定安尼摕。这摕起的结果就是白像讲你有一个宾馆一个下卡，伊就一直落。伊会安怎？伊就安接伫遮对无？你搁硬送吼，你若手袂拗着，拽着，你若山就安怎？山完啊拽着啊，所以你看咱是安怎中央山脉它就会变质的，会受到强烈的挤压。伊的山毋是安尼，像喜马拉雅山去甲一个板块一个板块顶外的物件，一直安尼扣起来哦。伊是安尼不断的推挤，把它的板块整个弄扭曲，然后隆起来，就形成了这个中央山脉。所以咱讲因为咱这个板块交界嘛，咱虽然讲地动哦，就是咱台湾做甲板块边界接壤，咱拢做做地动的。咱地动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生这个断层。当然，火山爆发有哪会地动啊吼？但是8成以上的原因是因为断层。断层就是讲，你本来地层吼，当啊回干力量太大，爱长去像迄铁片安尼吼，伊安尼震动，震动把能量释放出来，咱地面上的物件就像震动的规安怎？万一早迄个高调就是围棋社跟下围棋，拢杀到天昏地暗，规盘写好啦，拢参考哦。有的人个安尼哦，做废面参考哦，想尾尾是也要输做唔甘愿的吼。就假无赢吼，起来时阵吼，讲后尾放尿吼，起来时阵无小心脚头有去弄着棋盘。轻轻碰者吼，棋盘顶悬安怎？个规个山去啊了吼。歹势无今仔算好局吼，后礼拜搁修正。讲地动会安尼哦，你下骹咧顶一个，你顶悬的厝啦，人啥物物件拢安尼碰者。就好伊的时阵吼，你若一粒山哦，安尼碰者，一粒山刷200公尺。迄像基地安尼吼，拢刷走。我讲若拄着围棋高手，你就无知调。伊高手讲，不要紧，应该是你有一段位，
有围棋段位，上段的，有上段可以马上复盘嘛？对啊，不要紧来，从第一次开始复盘，哎，又排好了，对不对？应该马上就有这种人。我以前听说什么几段有隔2天还可以复盘的能力，当场复盘的能力可以。他去那个围棋。我几年前也有在学校开过围棋社，我本来想办那个全校的围棋锦标赛。结果嘞？但记得，我做不务正业，我准备开乌克丽丽社。今年不太有力气了，不太有力气带社。咱讲断层发生的所在吼，是迄个叫做正源，通常伫地下。你若地下投影下来，离地面最近的那一点叫做正央，所以咱气象局无是正央。这正源跟正央的距离，咱跟地震深度，是正源深度。咱依照这深度咱甲判断讲，这个地震叫做浅源地震中源地震深源地震。对于用地震上严重，对用地震盖起来，浅的还是深的？浅的。深的。浅的。浅的。中的。你讲口草。你想要买咱危害是伫地面嘛？你若小改能量面是离地面愈近愈严重，像我伊的正源700公里，那是极浅的地震所以7.3的地震规模，再来咱就讲，咱有2个名词一个叫做地震规模，就是咱把所有的地震的总能量，甲算起来。咱能量单位你划2个应该是焦耳啦，但是焦耳的单位伤细咱焦耳单位伤细所以咱甲转换一个叫国际通用的，叫做瑞士地震规模。所以一个地动敢若一个地震规模，你共一个地动，余震另外算你这个主震加一个地震规模，你拄开始。各国因为数据还袂缴有的报会有金差，有报7.3，有7.2，但是经过标准全世界测到的都会一致，就只有一个数字，小于921 7.3，我们通常取到角度下一位，你恐怕精确度你要取几位都可以，但是取太多没有意义了。没有，后面没有单位因为是转换的一起转换的。有一种地震强度，简称震度，这是咱的家己定的。我们以前是0级有感地震，有感的从1级，原本921之前是定到6级，定到6级那样。结果921的那个地面摇晃程度超过6级的话，总要给7级。现在一个细分，像有5强、5弱、6强或6弱，就是把同一个数字又切2半所以现在有感地震要变成10级简单来讲，这个是从轻微到上大，从轻微到上大。所以地震强度这5级，无小数点无小数点另外讲，一个地震发生高雄4级，台南3级，你徛伫高雄台南的边界，你讲我3.5级，就甲安尼取一半无安尼伊要取整数，当然有一个范围，你即摆是各个看的拢是感官的范围，什么说摇晃剧烈，但是对你研究地震的人，有一个摇晃的加速度的数据，咱科学一定有
数字的啦，吼，一定爱数字袂用感觉的。但是咱正你伫咧国中，伊袂甲你讲这个数据的范围，伊拢嘛甲你讲感官，骑骑的时候调望程度是怎么样，其实有一个数字的，这个数字的范围之内，就是比如讲2级，超过就是3级，这个范围内底拢叫3级，3级过就是4级，安尼一分，所以伊拢是整数，伊拢整数，无小数。一个地动会有做水地震强度，就是讲这个地动发生通常离震央愈近的，伊的迄个地震强度就愈大，离震央愈远的地震强度就愈小。一般来讲是安尼啦，当然无一定哦，因为甲伊的地质结构有关系哦。有诶震央愈啊地质结构较稳固离小块同中不稳固的有可能摇比震央较大嘛，无一定。但是一般拢是安尼，拢是差不多同心圆安尼扩展出去。所以你总共是看你地震规模无齐有小数点所以你讲伊抓地震组，你莫以后家己去报新闻，你甲我讲迄个，你甲我讲今天7.3级的地震，安尼你莫讲我教伊教会地科，我这老师都还得这。另外，我有一个去加油站咧加油，加油啦另外，有一个公主生讲，老师好，这个是国昌的毕业生，连加油站讲，好，我考到外有加油，加了我拄讲，我有一张迄个中油的那个邮票，就是50元的邮票，这个可以用吗？对，老师可以，爱个鲨鱼，个继续久我无找钱出来啦，因为要加百几块结果伊内底后壁排队排足长的一半拨出来，出来问伊边仔讲，那个12350元邮票要找多少钱？我来算袂出来啦结果我感觉。骗我的心理做，我感觉后壁排队的人讲，数学那么烂，叫他老师。他举一个牌说，我不是他数学老师，我教他理化所以下次碰到这种，你不要叫我老师安尼做尴尬所以你会记地震规模没有级，没有单位。这个是，而且它是对数，您进的数学无会对数，对数给安尼，它越后面加一越多。比如讲，咱这地震规模它会加一就是多30倍，所以多20几倍。6级的能量是5级的30倍那7级的能量是5级的几倍？60，你要60，30乘30啦。900啦。900倍啦。迄个，咱所来天文有爱读个星等每一等星的亮度，咱6等星最暗嘛。1等星最亮，5等星比6等星多大概2.5倍，所以1等星比6等星正好它多出2.5的5次方，对，差不多100倍差不多100倍。这个，所以另外有讲有没有地震规模50、100的当然大地球炸开每多一就30倍了。咱地人拢学过，恁防灾演练拢做过我先甲大家讲一个重点地震要不要跑？地震敢爱酸？地震发生，你开始摇解，敢爱酸？点是爱酸？什么状况会真爱酸？安怎判断讲点是爱酸？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本来我嘛知影讲，会点是爱走，点是爱避。结果伊甲我讲一个做好判断的标准，哈，很好判断的标准。来，我今仔甲大家讲，伊讲做简单的，你若伫遐想讲吼，敢爱选，一定免选，一定莫走，避就对啊。那要走的时阵吼，你袂怀疑，就像我问你的，你若电视看一看吼，看这个摇起来，啊，你看你兜本只碰伊踩一边的吼，伊有一个摔啊，你弄伊边边，啊，你敢袂去坐看电视想讲，我敢爱走？唔免啊。啊，你若看见你天花板这横梁本来是直的。啊，怎啊摇摇会变做 U 字形，安尼总啊要垂到地上，伊会变断裂啊！你敢袂伫遐欣赏，伫遐去看，比如讲我，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跑？袂啦，要走的时阵，你一点仔调疑，一点怀疑都没有。问题是，要走的状况，你绝对走袂去。唔是摇甲你走袂去，你踹甲走袂去。你迄阵你是走袂去，但是要走的意思就是讲，伊会休困，休困就是你爱走的时阵啊。因为咱讲咱建筑的耐震标准啊，譬如讲5级好啊，你若地动过6级，6级的地震。震度摇起来，你袂随放落来，因为伊有瞬间耐震，已超过它的耐震标准。但是，伊5级的什么意思？你耍来就即使是一个小地震，可能3、4级的余震，都有可能使它塌下来。它的主震如果它耐震5级，它主震6级一摇，它当下不会塌，但是一刷来。可能3级、4级你就放落来，所以主震摇困的时候，你就爱紧走，还是紧爬，还是紧匍匐前进，就在你，就在你，你就要脱离现场，不然你要等着人家把你挖出来。如果走袂去咧？你弄2轨啊！你若房子的时阵，你爱走去什么所在？你当下若无掩蔽，你像讲，你爱保护自己嘛，讲桌子旁边或底下，不要让砸下的天花板打到你嘛。在家里，如果稍微要避难，哪里最好？有一个地方还不错，处理结构上稳定的所在，就伊个空间上细的所在。恁兜对一个空间上细，就便所嘛。反正无哦，阮兜便所足大间的哦。阮兜便所甲教室变大，好野人哦。结果调人房间做做细间，这敢怪病。便所吼，因为伊的空间较细吼，所以伊的结构相对比较稳定，比其他大的房间。还有一个所在嘛袂歹，冰箱边啊。第一，冰箱哦，冰箱是钢制的吼，伊算足稳固。嘛对地内吼，你呼叫我们冰箱内底阁有足侪物资。真正吼，之前就迄搭你咧玩，伫遐待咧规礼拜，你用挖出来，结果佫挖的，就是人拄爱伫冰箱边啊，靠冰箱内底物件伫遐冻咧规礼拜。你若伫其他，你就无在用冻啊久。所以你在困的时阵边仔有防震包的牙签。而且真的有厉害。所以我讲人的心态足奇怪的咯。咱明明地震遮频繁，
遇到地震的几率很大，但是咱拢想讲袂遐衰，啊明明乐透彩的几率就较低，那个大家摆拢去买，啊，人有无比就要的乐观天性，拢会做好代志吼，几率再怎么小都会轮到，爱歹代志吼，绝对我拢无遐衰，啊，要有那个防灾意识啊，哈。小细节。嘿，迄个你叫饮水啦、手电筒啊，啊，那个你起码这边啊，人家有现成准备好的防震包啊，哦，啊，那个你唔通，都啊防震包拢无换呢，啊下要30担，啊尾啊地担来，结果内底物件只有拢漏晒，结果地震咧变数找无。最后就地了嘛，最后人家挖到你是被戳死，啊，就被自己戳死。之前特斯拉还没有防震包。我记得他没有设计厕所，不太好。真的。我改进，那个我有写信跟他们老板讲，讲你在特斯拉吼，你内底无变数。你写信给马斯克。安尼无好。嘿，我爱改进，无，你来电脑迄个吼，我根本就可以不用买房子，我就可以以车为家，对不对？都是真别家。还要有淋浴间。好啦，咱今仔讲到这。